再一次係你日本仔將個戰火引去我嘅家門口，軍國主義嘅呢一種係即係復活，依家已經係復辟嘅路上啦嚇。今時今日我哋中國人有咁嘅實力，亦都有咁嘅責任，亦都係我哋嘅權利，係我哋去粉碎你日本人嘅軍國主義。日本就係個特點嘅，欺善怕惡嘅，對住日本仔你唯有準備一戰嘅啫，能戰方能言和。我認為我哋國家就要同日本，我就要逼你軍事競賽，睇下你贏定係我贏。其實下一步我覺得個陰謀咧就係佢製造核武器。烏克蘭戰爭嘅性質就變咗啦，呢個就係變成咗維護二戰秩序同唔維護二戰秩序，甚至乎挑戰二戰後秩序嚇一個即係根本嘅一個區別㗎。咁歡迎收睇時事深對論，我係郭一鳴。中國以經濟脫鈎等多種方式反擊高市早苗嘅涉台言論，而且咧逐步升級。但係高市早苗喺國內嘅民望上升 ，Kelvin， 你覺得呢件事會點樣發展呢？我覺得就係其實有兩樣嘢嘅，一個就係民望啦，一個就係佢黨內邊或者其他佢其他嘅政客對佢個睇法係點樣啦。咁實際係真係要佢落台嘅話咧，咁都要係有個階段嘅，因為而家佢民望相對都係高。咁但係其實裏邊佢啲黨友啊、其他政客咧、其他政黨啲人咧，其實就即係呢一間短期內佢唔需要太過顧民望噶嘛。咁但係我覺得最合理嘅做法就係你要佢道歉收翻嘅話咧，就比較困難㗎啦。咁所以大家都係即係買少時間，等佢個民望慢慢開始冇咁高嘅時候，然後咧咁其實佢身邊好多人都唔同意佢講法，好唔滿意佢㗎啦。咁但係呢樣嘢點樣會發生咧？就係要中國俾多經濟壓力佢哋。咁經濟壓力當入獄啦，即係當一般市民都發覺喂，其實呢樣嘢我哋冇着數嘅喎，即係唔係話即係講兩句嘢口爽爽咁就即係覺得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唔係咁樣啊嘛。當佢哋個經濟受損嘅時候，開始入獄嘅時候，佢個民望開始反轉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即係好似鯊魚咁樣啦，見血咁就佢就會即係比較係難去再堅持佢嘅睇法咯。你覺得會點樣咧？喺經濟嗰度施加壓力，會令到佢入獄。點為之入獄咧？嗱，我諗第一就即係我哋作為中國人啦，就唔係我哋覺得點樣啦嚇，係我哋希望係點樣係嘛？你當然我哋知道即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但係中國作為當事方係嘛，同埋係呢個利益被損害嚇，同埋尊嚴係被踐踏嘅一方，我哋係要即係積極地嚇導致我哋希望見到個局面出現。咁啊，第一就係其實高市早苗佢做幾耐，佢做唔做或者如何呢個唔重要嘅，而係即係中日已經喺呢個問題上邊攤牌。我哋要再次確認嗰件事件嘅本質係點樣？嗰個唔係一個立場，嗰個唔係就係一個外交説辭咁簡單，而係話我哋要搞清楚就係講緊一塊領土咧。佢就不外乎涉及係呢個主權、政權同埋治權三個層面嘅啫。喺中日之間咧，台灣主權唔需要講啦。1945年之後係嘛，波茨大公告已經講係你係得4個島嘅啫，其他島就唔關你事嘅嚇。咁第一個主權就一定係中國，第二就一個政權嘅層面，究竟係中華民國定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咧？1972年之前咪中華民國咯，72年之後咪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啦。中日建交嗰個文件嗰度係寫得清楚。咁但係呢個對個主權嚟講都冇影響嘅，因為都係一個中國嘅憲法，兩岸都係一種憲法，所以台灣嘅問題咧，個問題嘅本質咧，其實係個治權啫。咩叫治權咧？就係究竟佢係台灣省啊，係福建省台灣府啊，定係如何？係一個咁樣嘅問題。咁所以高市早苗呢個立場，點解我哋係要即係非常之嚴肅，同埋係要有經濟以外嘅手段去對佢咧？就係話根本佢就係要改變係嘛？即係中國嗰個現狀係咪要改變中國嗰個領土？係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而代表中國嘅政府就係呢個北京嘅政權呢一點。咁所以件事件嘅個性質，我哋要搞時候，同埋呢樣嘢牽涉到主權同埋安全咧。其實中國出嘅唔係就係經濟手段嘅，即係我哋講緊係稀土啊等等嘅，必然係要出嘅呢啲手段。而且我哋喺安全上、國防上係應該要出嚇。咁啊，至於喺安全上、國防上，我哋點樣做咧？究竟係喺東海喺台海定係喺南海咧？我就認為個焦點應該係喺南海嘅。尤其係呢幾日諸事八卦嘅嗰個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咧，我覺得分分鐘中日嘅較量咧，有可能係喺馬六甲海峽或者新加坡海峽嘅。不過轉頭我哋再即係講呢個。嗱，呢個你頭先講到咧，而家即係我哋反擊啦，經濟我哋睇到咧就係即係而家。我睇到最新嘅數字，即係央視公布嘅，唯有即係去日本嘅機票咧，退票嘅數量咧，可以達到54萬張機票。咁呢個數字應該就係都幾大嘅一個數字啦。我諗相信唔係其他留學啊或者旅遊啊等等。咁呢個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經濟上，譬如話買包括日本嘅一啲水產啦、日本啲產品啦等等停咗。咁另一方面咧，軍事上我哋都有啲施壓，譬如話前幾日就喺
黃海嗰度有3日嘅實彈嘅軍事演習啦，顯示下啲實力啦咁樣樣。咁但係咧，我都覺得一樣嘢，你話好，佢而家國內嘅民望咁高啦，咁即係始終咧有一樣嘢就係佢嗰個煽動性啊，即係煽動啲民粹啊，或者係叫做極右嘅國內嘅命啊。咁呢樣嘢，我哋要對準呢樣嘢打。我諗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咧？我相信係好重要嘅。我好同意你講，當然我哋首先要講清楚呢件事究竟。高市呢件事係咁樣點樣？其實係好明顯嘅涉及到軍國主義嘅呢一種係即係復活。當年日本對華侵略對吞併咗朝鮮，都係講如果唔吞併咗朝鮮，對我哋日本嘅所謂而家嗰個所謂存活即係生存嘅條件咧，就會構成影響威脅，所以佢哋一定要就咗個朝鮮，製造一個合理嘅理由。而家今次嘅言論都係咁樣。如果話你中國大陸對台灣採取呢個武力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即係日本本身嘅一個生存，所以咧我哋就要出手，即係一樣嘢嘛。呢啲就係軍國主義嘅言論啊嘛，大家聽落去好熟啦。第二樣嘢就係嗱，而家佢就係想再搞一啲其他嘅，包括係即係話無核三原則，要改一改啊。呢啲咁嘅嘢，我哋都要講清楚，點解會有呢個日本有呢個無核三原則呢啲咁嘅背景？就因為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喺戰敗之後，喺當時嘅盟國嘅呢個壓力，當然係要美國啦、中國啦、英國、蘇聯啊，當時係咁情況之下咧，佢需要去現實低頭啊，也都有一個對佢嘅一個制約。咁佢而家咧係想擺脱呢啲咁嘅戰敗國對佢嘅壓力或者係制約，所以佢要咁樣做。所以而家咁嘅情況之下就係煽動緊國內日本嘅民粹。先至有呢啲所謂嘅民望啊嘛，咁但係最重要咧，我都覺得咧，阿 Kelvin 你呢啲係熟啲噶啦。嗱，如果你打，我覺得始終最後咧，民眾咧係好現實嘅。係啊，如果你嗰個而家你上嚟之後咧，你而家又講緊係你想又金錢啊，又有乜嘢咁刺激經濟等等。如果個經濟真係出現咗問題，咁你覺得佢會唔會喺呢度咧？最終都係即係做唔到落去？我覺得做唔到落去嘅，因為你始終你講翻喺而家呢一刻，日本嗰個軍事實力比起即係當年佢侵略人哋嘅時候，韓國好，我哋中國好，個軍事實力比較翻而家我哋中國個即係叫兩個世界嘅即係個今時唔同往日，變咗佢由咁個低點，你真係講當年佢即係經濟又上緊，又係個軍事實力亦都係非常之強。當年當然佢有佢嘅策略啦，但係而家個形勢唔同晒啊嘛，你由一個咁低嘅點。即係佢哋而家使喺軍事上個 GDP 嗰個比例低成咁樣嘅時候，因為咁細，即係喺中國眼中，即係一個細即係中型嘅國家啦，可以當佢中型小型嘅國家啦。根本上佢如果係撩人打嘅話咧，自己一定搞唔掂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國民，我諗佢日本人會睇得到嘅。喂，而家佢哋咁樣嘅話，經濟都唔係特別好。咁你如果即係由點樣一個咁低點去提升到係即係可以有得打咧？咁呢個係即係有少少天方夜譚嘅。咁你如果係要靠美國幫手嘅話，咁美國會幫到你幾多啊？咁定係你要即係用好多錢去幫美國買武器？買武器俾你咯。係啦，咁你用咗好多去軍費，收多啲保護費咯。係啦，咁你對自己本身你即係一係麵包，一係就槍嘅啫喎。咁你攞咗啲錢去買槍械嘅話，咁你就冇啖好食嘅。你要即係所謂炸炮嘅咯。日本人喺呢一刻佢有冇呢個心理準備做呢樣嘢先？咁佢係咪即係想綁架咗日本嘅啲民意咧？即係同佢自己，其實佢。講到極，佢都係想保住自己，而家想坐都未坐穩嗰個上位啫。你點睇咧？嗱，我諗第一就日本同德國，即係同納粹德國係點解係近似咧嚇？即係我即係轉頭嗰個時間，我哋再即係宏觀啲再去睇就，我哋依家就係要將日本嚇，即係呢個軍國主義嘅復辟咧，依家已經係復辟嘅路上噶啦嚇，即係出手嘅咧就唔單止係我哋中國人嘅權利，係我哋中國人嘅責任嚟嘅。佢已經準備動用軍事行動啊嘛，去解決問題。因為好明顯，因為我哋知道剛才阿郭生講係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我哋中國就輸咗藩屬國朝鮮，冇咗藩屬國呢個琉球，同埋冇咗我哋台灣省啊嘛。然之後呢個甲午戰爭同後來嘅日俄戰爭啦，同埋後來嘅幾次呢個大東亞戰爭，個因果關係係咁樣嚟噶嘛。咁所以100年前唔好意思。
我哋中國人有咁嘅責任，我哋冇咁嘅實力。今時今日，我哋中國人有咁嘅實力，亦都有咁嘅責任，亦都係我哋嘅權利，係我哋去粉碎你日本人嘅軍國主義。如果美國人你已經覺得你唔係你嘅責任，11月22號呢就係乜嘢嘢呢？就係歐洲紐倫堡大審嘅80週年嘅紀念日嚇。由嗰一日開始一路審到幾多呢？第二年嚇，即係1946年嘅10月1號呢，紐倫堡大審。紐倫堡大審同東京大審呢係同樣性質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如果德國唔會以納粹主義復辟嚟應對俄羅斯嘅話呢，咁我覺得我哋應該打盤大棋，就係話依家美國同埋歐盟你要睇清楚，如果你企喺日本企喺東京嗰邊嘅話呢，唔好怪我啦，烏克蘭戰爭嘅性質就變咗啦，呢個就係變成咗維護二戰秩序同唔維護二戰秩序，甚至乎挑戰二戰後秩序一個即係根本嘅一個區別㗎。咁呢個就係你美國同歐盟你自己選擇。咁企喺我哋中國角度，我覺得面對軍國主義嘅復辟嗱，第一，中國人唔需要再思考過呢個好日子嘅。由1972年尼克松訪華，然之後毛周決定推動呢個改革開放改革，我哋好日子過咗超過半個世紀㗎啦。OK， 我哋今時今日為咗維護我哋改開嘅成果呢，對住日本仔你唯有準備一戰嘅啫，能戰方能言和。咁長話短説嘅都係得嗰一句，你話經濟上咩稀土啊，其他所有牌全部都照打。至於安全上呢，我認為我哋國家就要同日本，我就要逼你軍事競賽，睇下你贏定係我贏。嗱，你頭先講到呢二戰嗰個戰後秩序嘅問題啦，俄羅斯已經出聲啦。俄羅斯已經公開外交部發咗個聲明，就話你日本你咁樣做咧，係真係違反咗即係抗議。第一就係呢個明顯嘅干涉內戰啦，亦都係軍國主義嘅復活。呢個就係當時俄羅斯作為蘇聯嘅呢個繼承呢個蘇聯啦，佢又有呢個資格。日本就係個特點嘅。即係所謂欺善怕惡嘅，嗱佢而家同俄羅斯都有領土嘅爭議嘅，千島群島啦，即係日本叫做北方四島啦咁樣。到而家佢都唔敢去惹俄羅斯嘅，到而家為止。我哋睇二戰嗰陣時都知啦，因為二戰嘅大家都知道呢個歷史。咁所以而家咧咁嘅情況咧，你話如果我哋要施壓到佢個民意要調轉先至會落台，哇！咁樣好似都要係咪需要有啲時間咧？你覺得有啲人講話3個月佢都係頂唔順，你覺得會唔會咧？我又覺得未必會短成咁樣，即係但係會1年內啦，我覺得係。咁睇下佢而家我俾嘅壓力有幾快有幾急咯，睇下佢感受到有幾急速嘅一個經濟壓力咯。事實上咧，而家個情況咧，即係日本咧最近已經有個股市、匯市同埋債市，所謂3市3殺。呢個情況已經係開始見到有啲後果，我哋睇一睇佢點樣收貨。OK， 我哋廣告之後咧，我哋繼續3對論。嗱，我哋上一節咧講到咧呢個所謂無核三原則呢個問題啦。我哋之前討論個高市嘅情況咧，我哋都預料到啊，即係高市呢個人咧唔會咁快就會即係譬如話道歉啊，即係諸如咁嘅，係有後著嘅，後著已經出咗嚟啦，就係佢準備修訂日本喺呢個無核呢個立場上咧，所有嘅過去所承諾嘅無核三原則。呢個無核三原則咧係美國當時喺二戰之後，美國佔領日本嘅背景之下咧，日本當時嘅首相咧佐藤榮作就作出嘅關於無核，即係咩無核呢？三原則咧就係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呢個核武器呢個3個原則，咁而家佢準備要收個背景係咩咧？挑起東亞戰爭嘅唔係我中國人，再一次係日本人。所以我哋中國人咧，我哋就算出手，我哋係維護和平啫。所以呢樣嘢係要搞清楚個邏輯。我哋原先嘅講法好似喂，我出兵有我嘅理由，唔係我出兵有我嘅理由，我維護我嘅領土完整，我維護緊東亞嘅安全。再一次係你日本仔將個戰火引去我嘅家門口。咁所以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就第一。聯合國嘅憲章咧，即係喺紐約成立噶嘛？你大佬好，你老豆又好啦，喺美國成立噶嘛？聯合國嘅憲章入邊，我哋留意咧，有一條咧叫戰敗國條款嘅。原來聯合國嘅成立咧，就係話我哋要尊重呢個領土完整啊，即係呢個主權獨立等等咧，唔包括戰敗國噶噃。原來我哋戰勝國對於戰敗國用兵咧，另外有一套規則嘅喎。咁所以我哋中國係即係承諾係不首先使用核武噶嘛。不過
我哋對於戰敗國咧可以另闢 Q 技嘅嚇，我哋對於戰敗國用唔用核武，係咪率先使用核武咧？睇我嚇，譬如我可以有某啲情況之下，如果你侵犯我領土，我咪可以率先使用核武咯？點解唔得啊？咁樣咁呢個係此其一啦。第二嘅就係其他，譬如你想即係修改你個無核三原則嘅話，咁譬如我哋早排外交部相關人員已經喺佢個社交媒體度有即係提出咗同聯合國嘅成立相關嘅波茨坦公告入邊，日本領土只牽涉4島。嗱，呢個就係我哋被動咁樣貼文，我哋主動就可以講。呢個琉球咧唔係地位未定論嘅，琉球就係獨立主權國，不過佢好似巴勒斯坦咁未成立啫。所以既然琉球唔係日本嘅一部分，佢只不過係一個未成立嘅獨立主權國嘅話咧，我中國嘅民船軍艦等等都好咧，佢唔係日本嘅一部分。我冇遵守你12海里嘅呢個義務㗎噃，咁所以你琉球我嘅軍艦、我嘅民船點樣出入都好，咩叫做佢唔？我肯定佢唔係你日本嘅一個部分，不過佢係一個未成立嘅叫東方嘅巴勒斯坦咧，就係話當年羅斯福總統曾經諗過，琉球係咪應該係你中國嘅一個部分咧？當時得2個選擇，琉球一係就獨立，一係就係你中華民國嘅一部分。咁我依家人民共和國，我要諗一諗啦，嗰個係咪我嘅一部分？呢個咧即係最近咧就福建師弟有個中琉關係嘅研究所，呢個過去都比較低調嘅，即係中國同琉球嘅關係嘅研究所，最近都好似都有啲研討會啊！我諗下次要請你去出席演講。唔敢。喂，你覺得咁樣嘅無核三原則咧，佢要修訂嘅無核三，係咪驚驚地嘅中國？如果你真係我明知我辣㷫咗你㗎啦，但係我辣㷫咗你，驚你出原子彈啊嘛，所以我要修訂，係咪咁樣咧？我覺得呢個從來都係佢哋想做嘅嘢。可能佢即係借機會係趁呢個機會係攞出嚟，因為從來佢哋即係覺得都係要即係個軍備都係要即係正常化翻少少啦。佢對於即係自戰之後嗰個即係變咗係戰敗國嗰個只係能夠有自衛隊啊。其實你慢慢即係佢正講咁多年，佢慢慢正常國家正常國家要做嘅嘢，佢只不過係一路喺度想㗎啦。咁亦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嘅呢啲即係右派啲嘅睇法。咁但係問題，我覺得就係話佢個時機，佢一上到嚟。即係日本第一次嗰個女首相，你唔去，因為佢好中意覺得同特朗普好朋友，覺得特朗普嗰啲招好似得喎咁樣，但係佢就唔明白，喂，你特朗普佢嘅軍事實力，佢自己本土嗰個經濟，日本就唔大唔細，佢有啲嘢係可以自己搞得掂嘅，但係譬如能源啊，佢真係要靠入口嘅好多嘢，咁佢自己嘅經濟亦都係有即係消失的30幾年嘅時候，你過去嗰2年好似有少少站穩啲陣腳，因為個通脹好似係即係通縮完咗啦，開始有少少通脹嘅時候，但係都未企得穩嘅時候，你有咩牌同中國去即係挑起人哋機咧咁樣？咁呢個係其實你自己企唔穩嘅時候，就變咗人哋一出牌回你嘅時候，即係講翻自己嘅立場嘅時候，佢哋已經腳震㗎啦，即係個經濟會。咁所以咧，我就睇呢個邏輯係好清晰嘅。第一，首先挑釁你中國啦，所謂台灣有事呢個第一步。先，跟住我哋係有權，佢話佢自己可以用武力去解決呢啲咁嘅所謂自己威脅到自己存在嗰個問題。第二個咧，修訂咗個所謂無核三原則。無核三原則咧，第一步話而家想係即係主要係美國啊嘛，話從美國嗰度引入呢個無核啊嘛。其實下一步我覺得個陰謀咧就係佢製造核武器，因為佢覺得咧，而家你喺呢個東北亞嗰度，你譬如話中國都有啦，咁啊朝鮮又有啦，係嘛？咁我要靠美國。不如我自己嚟，不過佢第一步佢唔可以咁樣講，所以咧想要試一試先。呢個修訂無核三原則咧就係我引入美國嘅核保護嚟準備咧就係保護我。就如果中國你要打我嘅時候咧，我有美國。但係其實真正嘅用心咧就係日本想自己製造核武器。咁製造核武器，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佢就當然咧，即係佢周邊佢有好多仇人嘅，中國之外咧又有韓國啦、日本啦。最近韓國已經好嬲㗎啦，佢又納慶咗，又為嗰個咁嘅竹島嘅主權咧，立即就韓國就已經出咗聲㗎啦，即係抗議，同埋韓國立即宣布以後咧呢個東亞三國嘅嗰個次序咧就係韓中日。就日本就擺喺最後㗎咁樣嘅，我當時都覺得好奇怪。其實我哋外交部應該立即發條個聲明啊，我哋一定咧就係中韓日啊嘛，係嘛？我哋即係要呼應下佢啊嘛。但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咧，當時日本係全世界唯一一個國家受到核武器呢一個打擊嘅。
而將來如果真係有核武器嘅時候咧，你覺得最驚嘅，佢最想報仇嘅，喂，中國冇打你冇侵略你，係你侵略我啊嘛。如果佢有個核武器嘅時候咧，我覺得美國第一個一定會擔心呢樣嘢，你會唔會向佢報仇？你咁點睇？嗱，第一咧，由我哋節目開播到依家，郭生不停咁樣咧，係幫我唔知戴高帽定矮帽啊，即係特朗普第一鐵粉啦，係咪？咁我非常之欣賞呢啲商人性格咧，就好似即係同台灣你簽幾多軍火，你磅幾多台幣美金俾我咧，你磅水係一回事，我啲飛機唔會到嘅，係咪？即係我齋抽水就唔送貨嘅。日本一樣嘅，講真，即係唔好話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啦，即係特朗普有生之年咧，佢都唔會幫到日本嚇所謂核武化或者準核武嘅原因就係呢個澳洲係嘛，同呢個英國美國嚇，即係佢就賣甩咗呢個馬克龍啦，係咪？本身人哋就賣柴電潛艇俾佢嘅，收尾美國就唔好，我賣個核潛艇俾你。嗱，核潛艇算唔算核武器咧？呢個我哋唔去拗下窄界嘅。咁但係嚟緊啊，李在明雖然佢係一個進步派嘅噃，但佢都話：喂，澳洲有我可唔可以有啊？咁高市早苗咧就抽水啦。喂，李在明都賣，點解我唔賣？咁呢啲講嘅啫，特朗普啲水價照 cap 啦，核潛艇喎，係咪？核潛艇3個字，可能俾隻艇你係咪？係咪潛都另外一回事。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你識玩一場大戲啊嚇，我用翻個冷戰嘅戰略，因為小弟從來都話2018年、19年即係中美新冷戰已經開打咗，中美新冷戰開打咗咧。贏嘅定係輸嘅唔知道係中國定係美國，但周邊嗰啲國家一定係遭殃。其中一個嘅就係話，其實點解我會主張我哋中國就要同日本作軍備競賽呢？除咗日本輸緊，我哋中國贏緊之外咧，仲有個人賺嘅，特朗普咪賺咯。你日本人生產唔到軍備噶嘛，你要不停問呢個美國買噶嘛，咁啊分分鐘啊貝森特就話：好嘢，何立峰做到嘢係嘛？你能夠你唔磅水俾我，你令到日本買我嘅軍備，咁到時日本咧就慘啦係嘛？美國就賺到盆滿缽滿，你美國你日本仔咧，你買幾多軍備都好咧，你唔可能同解放軍競爭噶嘛係嘛？你唔可能同佢競爭，咁所以我哋對美國咧就係話，我哋就要升級同日本嘅嗰個軍事對抗。咁你日本仔你就準備好多啲美金咧，你就買美國嘢。調翻轉我哋同歐洲嚇，另外一個嚇，我覺得呢個全球真正4個大極就唔關日本仔事嘅，其實就得美國、中國、俄羅斯同歐盟嘅啫。然之後就同歐盟講嗱。日本仔就買美國軍備，俄羅斯嗰度咧，你夠膽撐日本仔咧，我就撐普京，睇下打落去會係點。咁我覺得喺咁嘅澳洲撐日本。歐洲如果你撐日本，我中國就撐俄羅斯，因為你如果撐日本嘅話，咁你就將俄烏戰爭嗰個性質同你反二戰成嗰個性質擺埋一齊㗎啦嘛。咁所以我哋覺得應該即係日本呢件事啊，我哋北京如果要利用呢個大局嘅話咧，就係我打我哋嘅牌，我哋嘅節奏就係話，我就同你軍備競賽，我就逼你買美國軍備嚇。特朗普一定嚇就幫我咧就唔係吸黑豬仔嘅，一定吸白兔仔嘅。歐洲嗰邊就你睇定啲嚟，如果你撐日本仔咧，我就撐普京。如果咁樣玩嘅話咧，我哋中國人一定會付出代價，包括經濟代價嘅。但最終贏嗰個一定係我哋中國。軍事競賽去到軍事競賽呢個出一呢招咧，就我諗即係都時間都需要拖時間嘅，同埋大家都有啲即係中國嚟講咧，未必係即係符合中國嘅利益嘅。坦白講，但係我覺得咧，即係經濟方面，我哋係而家同中國嘅經濟實力同日本，我哋都第二，佢第三啊嘛。即係你覺得有冇辦法喺經濟嗰度咧會加啲肉緊啲？佢而家咧股匯債三都有啲問題啦。加多2次肉緊，會唔會伸到隻腳落去咧？會唔會令到佢真係頂唔順咧？我嘅睇法同你少少唔同。軍備競賽，因為個水個起點爭太遠啦，即係日本同我哋今日嘅中國。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使點樣喐嘅，即係佢買起開始買上嚟咧，佢自己係窮嘅啫。咁經濟嗰度咧，因為佢已經係過去嗰幾十年一路都唔好，咁所以其實你話再插咧，又唔係好大嘅空間令到佢係跌得好緊要嘅，因為當年佢俾美國佬整蠱嘅時候，即係80年代嘅時候，佢搞一搞個匯率，咁跟住即係個股市冧咗。佢而家有啲咩可以俾佢冧啊？佢而家即係只不過係原本都冧咗咁多年㗎啦，你即係唔係有一個高位跌落嚟啊嘛，所以好比較難有一個係即係佢覺得係好感覺到好痛㗎咯，即刻。反而佢如果引到佢買武器嘅話咧，即係佢反而即係好多即係一個咁老化嘅國家，你再去因為你。即係軍備嘅嘢，你即係好多地方，即係你由差唔多接近零個 GDP 嘅百分比，到超過10、20咁都可以噶嘛。不嬲係1，係啊，不嬲1。而家美國話要求佢去到3，係啦，係嘛？我哋中國要求你去到5，係啦。咁佢好有上升空間嘅，但係佢就算上升都好咧，其實都會欠唔到中國。即係喺可見嘅將來，我覺得。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佢係。
傷自己係多過傷到即係真係即係鄰近嘅國家㗎咯。嗱，我自己咁睇啦，而家睇嚟咧呢段時間中國嘅全方位嘅施壓，經濟啦，即係軍事啦、外交全方位嘅施壓咧，後面仲有，我相信仲有嘅，已經開始見效。特別係經濟嗰度咧，漸漸咧，我哋見到頭先所講嘅三即係股匯三殺啦，就咁樣。咁已經睇到咧國內咧，譬如話個政界啊，佢自己嘅政黨內部咧，已經有啲唔同嘅聲音啦。佢而家提出呢個無核三原則咧，嗰個前任嘅首相外田雄文咧已經反對㗎啦，話唔應該咁樣樣，因為呢個係涉及到日本國家成個民族嘅痛。因為日本係世界上唯一一個受到核武器嘅打擊㗎嘛，咁所以佢係反對嘅。其實已經有其他嘅黨內嘅自民黨嘅黨內力量咧，開始咧就對佢呢啲咁嘅做法咁樣過火啲啊。咁聽講有消息，我睇到有消息就講佢自己同佢啲黨內嗰啲手足講：喂，我真係講大咗喎，真係講下次要小心啲。咁嘅壓力之下咧，會唔會係最快嘅令到佢真係坐唔住咧？哇！我梗係唔希望啦，即係我從中國嘅國運嘅角度出發，第一就係如果美國可以修憲，特朗普可以千秋萬世嚇坐佢10零20年，呢個最好啦。第二就高市早苗係嘛，無論使唔使選舉都好，你梗係坐有咁耐得咁耐啦。同埋同中國嗰個軍備競賽，你千祈要落答呢個無核三原則，你一定要廢咗佢係嘛？呢個對於我哋國家嚟講咧，百利而無一害嘅。好，關於呢個高市早苗究竟可以捱咗得幾耐？中日關係會點樣走向咧？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三對論。